讲到这立委的这罢免人数呢，有人去做假，在今仔早起呢，北检也去敲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，约谈主委黄如金如。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中昼就开记者会批评，也号召所有的这党公职的暗时去到北检。市长蒋万安伊也表态讲会去到北检声援，而且呢，目前是进到这大罢免的第二阶段人数咯。民进党立委辛碧荣也受到这恐吓的批示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铁门拖落来，全动封锁。北检侦办罢免不实人士涉嫌伪造文书，再继续发动敲找国民党台北市党部、地区党部等6个所在，甲主委黄丽锦如和总干事姚富文等4个被告查走。国民党市党部证实黄丽锦如从去饲料处的移送后事。今天早上是1分多路，对不对？在中昼过后，调查局的干员是带穿黄色顶冠衫的市党部总干事姚富文，和扣押得用的纸箱仔包起来资料离开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中昼嘛紧急召开记者会，大骂讲，今仔日是台湾民主上黑暗的一天，佮随下动员令，找所有的党公职今仔日暗时做伙伫北检见面。大约谈、大交保、大收押、大搜索，每一项大刀都砍向在野党，就是要毁掉。灭掉这些所有反对的声音，每一位民意代表，每一位党公职都站出来。今天晚上北检见。我们也是呼吁，就是说要严正的执法，去的人哈，可能都是高层的党公职人员呐，也是按照我们集会游行法的规范。北检中心专栏拢搁伫积极调查，而且强调讲办这案绝对无意识的立场，请外界莫乌白去乱扰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洪超吹，台北市长周万安表态讲，暗时伊会去北检声援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同款讲党话，好又讲拄好就好。我从政30年，这是国家司法机器滥用最严重的时候。我觉得国家这段时间司法滥用到了极致。我认为司法一定要公平公正，而且要有一致的标准，而且一定要符合比例原则，不要让外界觉得有半蓝不半绿的感觉。市长会去北院声援吗？我会去。即马大罢免已经来到第2阶段的人数，积极帮助罢团的民进党立委辛碧荣所去收到恐吓批，内容叫伊退出政坛，佮呛声讲要告死伊的厝内人。这个恐吓信呢，里面有附这个我老婆的照片上面写一个死然后呢，信里面也指出呢，如果我不辞去立委的话呢，我的女儿就会变成下一个小灯泡。对这民进党表达上严重的谴责，任何不法的威胁的行为，伫台湾民主法治的社会，拢袂当存在，嘛无应该发生。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积极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